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想要食啥物？前几天啊，阿公带琪琪到泰国餐厅食饭。琪琪感觉食泰国料理实在有够趣味。回去了后，琪琪等爸父要甲好朋友分享餐厅内底各种神奇的发现。乐乐、心心甲康康拢无去过泰国餐厅，伊嘛对泰国餐厅真好奇。我前几天去泰国餐厅，足好爽的。餐厅内底是啥物款啊？餐厅的服务生穿泰国的服装，店内有唱的雕像甲图，阁有放真特别的音乐。食的物件咧，食的拢是毋捌食过的口味，酸甜酸甜，阁有淡薄仔咸。伫泰国餐厅食饭，我感觉那像是到另外一个国家。我嘛想要去。乐乐听了足兴奋的。到休困日，阿爸阿母提伊到外口食饭，乐乐真乐痛，所以就表示想要食泰国料理。阿爸提醒乐乐，泰国菜较酸嘛较咸，你甲恁母啊最近拿喉拢无爽快，无适合食咸，所以咱会使点的菜真少哦。也毋过，阿爸阿母提议乐乐换一间餐厅。我会记得乐乐进前敢毋是真介意附近的咖喱店，咱会当去食迄间。照安尼讲，顶摆食的迄间意大利面，敢毋是嘛真好食？迄间嘛袂歹。对呢，我阁想看卖哦。阿爸阿母两个人讨论甲真认真，无注意到乐乐伫边仔流啊郁卒。乐乐甲阿爸阿母讲，毋过泰国餐厅的服务生有穿美丽的服装，阁有唱的雕像，好听的音乐，我想要去泰国餐厅。阿爸阿母了准乐乐无想要食咖喱加意大利面。安尼你敢要食你即阵仔上介意食的水饺哈？咱嘛会用伫做伙去食水饺。我无爱食咖喱，无爱食意大利面，嘛无爱食水饺。乐乐大声甲阿爸阿母讲：我即马拿喉已经袂痛，所以会当去食泰国料理。阿爸阿母感觉足奇怪，乐乐早起也有淡薄仔扫，哪会雄雄这么坚持呢？阿母又讲，一定是有别个原因，乐乐才会想要去食泰国料理。阿母问乐乐讲：你是伫倒位听到泰国料理的？我前几天啊，听琪琪讲，伊和因阿公去泰国餐厅，遐有足济我无看过、嘛捌食过的物件，我就欣赏琪琪。我嘛想要去看卖啊，这种敢若去国外的感觉。原来是安尼哦。阿母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乐乐，咱兜附近有一间新开幕的希腊餐厅，我顶届经过，看到这间餐厅有真水的白色壁桌，甲蓝色的厝顶，阁有卖青甜的菜色派，甲加入水油气的香蕉啊，一定会互你有出国的感觉哦。真是嘞！我想要去，我想要去。好，咱来去。因来到希腊餐厅，看到厝是美丽蓝白色，乐乐欢喜甲拍扑啊欢呼。哇！
真正足水的，我足期待。行，咱做伙入去看卖。好，多谢阿爸阿母。